你望住出面維多利亞港嘅燈火啊，係咪覺得呢個世界永遠都唔會變？喺呢個圈子浸咗咁多年，我最清楚呢陣海水味入面，邊啲係錢嘅聲，邊啲係風雨欲來嘅信號。好多人睇呢場戲，只係睇個熱鬧，睇下邊房人分多咗錢咧，邊個又俾人排咗地。但你如果只係睇呢啲，咁你就真係睇得太淺。呢個世界嘅莊家從來唔係睇一時一刻嘅籌碼，而係睇成個道台嘅規矩。當你見到一個細女喺5日之內好似唔要命咁樣張手，頭上嗰啲美高梅國際股份全部清咗佢，套現嗰11億港紙落袋，你第一反應係咪覺得佢縮沙？係咪覺得佢喺度認輸？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就唔明乜嘢叫做收拳頭係為咗打出去更加有力。呢個動作喺香港同澳門嘅資本市場入面，其實係一個極之強烈嘅轉向信號。你試下企喺我呢個位睇落去，成個港澳市場其實就係一個大盤。美高梅喺美國嗰邊係人哋嘅地頭，股份再多，你都只係一個投資者。人哋話變天就變天，但喺澳門嗰張鬥牌嗰個主席嘅位，先係真正命脈。你見到佢切斷咗美國嗰邊嘅尾，其實係將所有嘅精神同埋火力，會全部切翻嚟守住屋企個大門啊！呢種做法喺金融圈入面叫風險隔離，但喺我哋呢種家族入面，呢個叫落班放水，準備迎接真正嘅硬仗。你諗下澳門呢2年嘅氣候變咗幾多？以前係只要有牌就發財，依家係要講規矩，講本土貢獻。如果仲係好似以前咁樣，一隻腳踩喺華爾街，一隻腳踩喺南灣湖，只要風向一吹，兩邊都唔係人。佢依家咁樣快刀斬亂麻，其實係俾成個市場睇嘅。佢哋二房係要將重心搬翻嚟，完全切合依家大環境。呢個動作一出，港股嗰邊嘅博彩板塊其實已經開始震盪。投資者唔係傻嘅，佢哋見到莊家喺度執位，就知下一步會係乜。呢11億港紙入咗袋，唔係攞嚟買豪宅、買珠寶，而係攞嚟做成嗰個家族博弈嘅底氣。依家嘅局面其實係一種好微妙嘅平衡。二房依家係手握規則，佢哋坐喺上市公司最高嗰層，會對住嗰啲律師、會計師同埋監管機構，佢哋講嘅係國際化嘅語言，玩嘅係股權遊戲。但四房嗰邊其實亦都唔係弱者。你見到嗰位成日喺媒體面前笑口盈盈嘅女人，佢守住嘅係澳門最地道嘅地盤，嗰啲衛星鬥場，嗰啲一條龍嘅配套，仲有嗰啲數唔清嘅本土人脈，呢啲先係真正嘅地頭蟲。呢種一邊玩頂層設計，一邊玩基層實體嘅局面，其實令到成個澳門嘅博彩市場依家係處於一種極之穩定，但又極之緊張嘅狀態。如果呢個家族內部出現任何風吹草動，我們要去啊！你以為只係佢哋家事啊？咁你就錯啦。成個氹生指數入面，我哋呢幾間公司佔嘅權重，足以影響好多股民嘅身家性命。依家佢哋咁樣大執位，其實係喺度重新定義緊香港同澳門之間嘅資本流動方向。以前係香港嘅錢流去外國，依家係要將外國嘅錢抽翻嚟，穩定住港澳呢個大後方。呢種提勢，你如果睇唔明，你就喺呢個市場入面好難揾到食。你見到佢哋依家好似相安無事，其實入面係暗湧不斷。二房依家面對緊一個好大嘅缺口。咁又去，就好似嗰個一直默默無聞幫手守住大後方嘅女突然走咗。你知唔知喺一個咁大嘅商業版圖入面，有一個
咁熟悉實業、熟悉人情世故嘅人喺後方助陣係幾咁重要。佢一走，二房原本嗰個好似鐵桶咁樣嘅後防就出現咗一道裂痕。呢個時候出面嗰啲對手，包括嗰啲一直喺度等緊機會嘅四房，又點會唔心動啊？呢11億嘅青蔥其實係一種緊急嘅保衛，佢要用最快嘅速度將資源集中翻嚟，防止有人趁虛而入。你喺呢個市場打滾，一定要明白一個道理，叫做食飯唔好食咁盡。但係嗰位一定要企得穩。佢哋依家呢種做法，其實係喺度博弈緊未來20年嘅話語權。二房想維持嗰種上市公司嘅專業形象，想喺國際資本面前拎高分。但係澳門呢塊地始終都係要講人脈同實體。如果二房只係識得玩股票代碼而唔識得去處理嗰啲複雜到極嘅本土關係，咁佢哋個位始終都係會有危險。而四房依家就係睇準呢一點，佢哋唔爭上市公司嗰張凳，有咁去。佢哋爭嘅係成個澳門嘅煙火氣，爭嘅係嗰啲實實在在嘅物業同埋基層資源。呢種競爭其實係對港澳市場一種變相嘅優化。你見到兩房人喺度鬥，其實佢哋亦都喺度不斷咁樣提升緊自己公司嘅競爭力。為咗贏過對方，佢哋要更加合規，要更加識得點樣去討好個市場。呢種局面其實對成個博彩業嘅健康發展係有幫助嘅，但係對你呢種小股民嚟講，你就要識得喺呢種權力交接嘅過程中睇清楚邊個先係真正嘅贏家，係嗰個坐喺寫字樓入面睇報表嘅，定係嗰個喺就場大堂入面同人握手嘅。我當年喺呢度打拼嘅時候，冇依家咁多複雜嘅股權架構，我只係知道一個道理，你要想成個市場跟你走，你首先要成為嗰個市場嘅心臟。依家呢個家族拆開咗幾個部分，每個部分都想成為心臟，但係心臟只有一個。二房依家呢種大規模嘅資金調度，其實就係想話俾人聽，佢哋先係嗰個跳動緊嘅核心。但你要記住，人情冷暖呢家嘢，唔係單靠股權比例就可以解決嘅。成個澳門依家嘅博彩法修訂，其實亦都係呢場家族戲嘅一個背景板。政府依家要求嘅係更加透明，更加回饋社會。二房呢次清空美國股份，其實亦都係一種政治姿態，佢係要話俾人聽，佢係100%嘅愛國愛澳，佢冇將個人利益同外國資本掛鐵。呢種政治覺悟喺依家呢個時局入面，比起賺幾多錢都更加重要。你如果睇唔出呢層意思，你喺港澳做生意真係要交好多學費。你再睇翻四房嗰種低調自保，其實亦都係一種極高明嘅策略。佢哋知依家風頭火勢，如果再去同二房硬碰硬爭嗰個虛名，只會兩敗俱傷。都不如守住自己嗰啲鋪頭，守住自己嗰啲現金流。只要一日有生意做，一日有現金流，四房就永遠都有翻盤嘅機會。呢種做法，就係地道嘅廣東智慧，叫做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佢哋喺澳門嗰啲地標物業，每一塊山頭其實都係佢哋嘅籌碼。成個港澳市場其實就好似我哋嗰張大賭台，每個人入嚟都係想贏，但如果你唔識得睇個勢，你幾多籌碼都係會輸晒。依家呢個家族嘅大變動，其實係喺度話俾大家聽，舊嗰套遊戲規則已經玩完啦。依家要玩嘅係更加精密嘅資本運作，加上更加本土嘅實業經營。二房喺度收得戰線，四房喺度深耕本土，呢種格局起碼會維持好長一段時間。我又去
你問我支唔支持佢哋咁樣做，其實去到我呢個位，邊個贏邊個輸已經唔重要，最重要嘅係呢盤生意唔好冧啊，呢個市場唔好亂。如果因為佢哋嘅內部鬥爭，搞到成個港澳嘅投資者失去信心，搞到澳門嘅經濟出現問題，咁佢哋就真係愧對我當年一番心血。不過依家睇落，佢哋雖然喺度暗戰，但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係要保住成個大盤。呢種鬥而不破嘅藝術，其實先係最高境界。你喺出面睇，覺得佢哋好似喺度演宮廷劇，但係如果你入到去睇，你會發現呢啲全部都係冷冰冰嘅數據同埋計算，一手股份嘅買賣背後都係成千上萬人嘅工作。所以當你見到佢清倉美高梅國際嘅時候，你唔好淨係睇嗰11億港紙，你要睇嘅係嗰11億將會投入去邊度，將會點樣改變依家港澳市場嘅版圖，係會去加碼澳博，定係會去收購更多本土資源？呢場戲其實仲有排演。你作為一個旁觀者或者係一個參與者，你最緊要係保持清醒，唔好俾嗰啲表面嘅風光呃到，亦都唔好俾嗰啲一時嘅低谷嚇親。成個市場係有規律嘅，而規律往往就藏喺呢啲看似唔尋常嘅動作入面。佢哋家族嘅每一步，其實都係喺度為成個港澳市場打信號彈。你如果能夠捉得住呢啲信號，你就係下一個贏家。呢個世界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夫場。佢清空美國股份，或者喺好多人眼中係退卻，但喺我睇嚟，呢個係一種極之清醒嘅回歸去一個佢最熟悉、最能夠掌控嘅市場。喺依家呢個紛亂嘅國際情勢下，將所有雞蛋放翻埋一個籃入面，而且呢個籃係喺自己手入面提住，呢種安全感係乜嘢外國股份都俾唔到嘅。你諗下香港同澳門呢兩姊妹，咁多年嚟係幾咁依賴彼此。如果澳門嘅博彩業出咗問題，香港嘅金融業亦都唔會好過。所以呢個家族嘅穩定，其實就係成個大區域穩定嘅一個縮影。依家二房正式全面接班，雖然中間有波折有犧牲，但係大方向已經定咗落嚟。四房雖然喺權力核心邊緣，但係佢哋嗰種實力亦都係一股唔可以忽視嘅制衡力量。呢種雙核心或者多核心嘅競爭格局，其實先至係最健康嘅。一房獨大嘅日子已經過號啦，依家要講嘅係合作、競爭同埋共贏。你見到佢哋依家雖然喺度暗中較勁，但係去到一啲大是大非嘅位嘅，佢哋仲係會出嚟做一場好戲俾大家睇。呢種就係家族企業嘅生存之道。喺出面點樣鬥都好，門關埋仲係一家人。當然你唔好指望呢場鬥爭會真係結束，只要有利益，只要有權力，呢種博弈就會一直持續落去。下一代嘅後生仔依家亦都開始慢慢浮上面，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諗法，有佢哋自己嘅手段。到時個局面會唔會更加複雜，更加精彩？咁要去，你同我就一齊拭目以待。喺呢個市場入面，最忌就係急。你見到何超、瓊青聰，人哋都佈局咗幾耐，佢等緊一個最好嘅價位，等緊一個最合適嘅時機，然後一擊即中。呢種耐性先至係做大事嘅人應該有嘅。你如果只係見到人哋賺咗11億就心急想跟風，咁你就真係好容易會掉入個陷阱入面。你要明白咧，11億係佢嘅保命錢，亦都係佢嘅進攻錢。去喺港澳市場依家呢個低位，邊個手頭上有現金，邊個就係大佬。佢依家咁樣回籠資金去
係咪代表佢睇到一啲我哋仲未睇到嘅投資機會？係咪代表港澳市場即將會有一場大嘅合併或者重組？呢啲先係你要去思考嘅深層次問題。你望住維港嗰啲水，每日都喺度流，但係每一次流過嘅水都係唔一樣嘅。呢個市場亦都係一樣。我哋雖然依家睇緊同一場家族鬥爭，但背景、手法同埋目的都已經完全唔同晒。呢場戲演到依家，其實係喺度同緊大家講，只有不斷進化，只有識得點樣去取捨，你先至可以喺呢個市場入面屹立不倒。你再諗下，點解佢稱嘅係美國股份，而唔係澳門股份？呢個其實反映咗佢對成個大勢嘅判斷。外國嘅月亮唔一定係特別圓，尤其係當嗰個月亮依家係處於一種極之唔穩定嘅狀態。相反，家陣嘅大灣區佈局，成個港澳一體化嘅進程，先至係未來幾十年真正嘅金暗嘅。佢依家係將所有嘅籌碼全部堆翻去呢張最有贏面嘅台上面。四太嗰邊嘅沉默，咁你亦都唔好當係無能為力。佢哋喺度等緊一個變數。成個港澳市場最大嘅變數就係政策。只要政策一變，依家呢種以防佔優嘅局面，隨時都會重新洗牌。所以四太依家做緊嘅係囤糧儲草，守住自己嗰啲唔會貶值嘅實體資產。呢種策略喺逆市入面其實係非常之有效。你試下諗下，如果有一日港澳之間嘅界限完全消失，成個博彩業點樣同香港嘅旅遊同金融激爭？到時邊個先至係真正嘅霸主？係嗰個手握上市公司股權嘅，定係嗰個喺兩地都有大量實體物業、有深厚人脈基礎嘅？呢場爭奪戰依家只係啱啱開始咋。所以你依家睇呢場戲，你要睇嘅係佢哋點樣喺度排兵布陣，點樣喺度利用香港同澳門呢兩塊跳板去跳去一個更高嘅層次。呢11億港紙只係一塊敲門磚，後面跟住嚟嘅可能係成個港澳博彩格局嘅重塑。你要記住，喺呢個圈子入面冇永遠嘅敵人，只有永遠嘅利益。今日二房可以清倉外國股份嚟自保，聽日佢哋亦都可能會同四房聯手去開拓新市場。呢種靈活性，先至係我哋呢個家族可以生存咁多年嘅秘訣。你睇呢篇嘢嘅時候，可能覺得呢啲離你太遠，但係其實每一件大事，都係由細事積累而成嘅。何超瓊嗰個5日嘅清倉動作，其實就係一連串細微變化嘅結果。佢反映咗佢對家族內部矛盾嘅判斷，對港澳經濟前景嘅信心，以及對國際形勢嘅妥協。投資一定要有一種全局觀，你要睇到博彩業背後嘅地產，睇到地產背後嘅金融，再睇到金融背後嘅政治。呢啲嘢係一環扣一環嘅。如果其中一環斷咗，成個鏈條就會冧。依家二房做緊嘅，我唔又去就係喺度加固呢條鏈條，等佢可以喺未來嘅風暴入面撐得更耐。你要學識喺呢啲紛亂嘅新聞入面揾到嗰條隱藏嘅主線。主線其實好簡單，就係回歸資源嘅回歸、權力嘅回歸以及心態嘅回歸。當大家唔再迷信外國嘅資本遊戲，轉移深耕港澳本土嘅時候，成個市場嘅底氣就會更加足。你見到佢哋喺度執位，其實亦都係一種信心嘅表現。如果佢哋對未來冇信心，佢哋就唔會仲喺度咁辛苦咁博弈，佢哋會直接將啲錢轉走，去過啲退休生活算數。依家佢哋仲喺度鬥，仲喺度計，證明呢個市場仲有排玩，仲有大把肉食。
所以你唔好俾嗰啲負面嘅新聞影響到你嘅判斷。成個港澳博彩業經歷咗咁多次風浪咧，每一次都可以企翻起身。點解？因為佢背後有一套已經運作咗幾十年啦，極之成熟嘅體系。呢套體係唔係一兩個人可以搞得冧嘅，亦都唔係一兩次家族紛爭可以撼動嘅。依家呢代人，佢哋雖然冇我當年嗰種開天演地嘅霸氣，但佢哋有佢哋嘅細書同埋專業，佢哋識得點樣喺現代法治嘅框架下去最大化家族嘅利益。呢種轉型係必須嘅，亦都係時代嘅要求啊！你望住窗外，天色慢慢暗落嚟，但澳門嗰邊嘅燈光先啱啱開始亮起。呢個世界就係咁樣。一邊落幕，另一邊就開場。何超瓊嘅動作只係呢場大戲入面嘅一個過場，真正嘅高潮仲喺後面。你要識得點樣去欣賞呢種博弈呢？入面有智慧，有冷酷，亦都有無奈。每一分錢嘅進出都係一種心態嘅寫照。如果你能讀得動佢哋嘅心態，你就能讀得動成個港澳市場嘅脈搏。呢個市場永遠唔會呆待有準備嘅人。二房依家已經做咗佢哋嘅準備，四房亦都守住佢哋嘅陣地。你呢？你有冇準備好喺呢場新嘅洗牌入面揾到你自己嘅位？記住，和五又再唔好做嗰個只係識得睇熱鬧嘅人，你要做嗰個可以從熱鬧入面睇出門道嘅人。呢場關於港澳博彩權力嘅大戲，其實先係啱啱進入最精彩嘅部分。你咁啊，慢慢睇，慢慢學。呢個江湖入面嘅學問夠你用成世，唔好急住下結論。好嘅，因為結論往往要等好多年之後，當你回頭望嘅時候，你先會真正明白依家嘅港澳市場正處於一種鳳凰涅槃嘅階段。雖然中間有痛苦有磨合嘅，但係只要根基仲喺度，只要大家仲有一口氣，呢片土地就永遠都會係傳奇發生嘅地方。你見到佢青蔥美高梅，你或者會諗起我當年拿下豆牌嘅時候，亦都冇人睇好。但如果你唔敢踏出嗰一步如果你唔敢喺關鍵時刻做一個大嘅決定，你永遠都唔會成為最後嘅莊家。二房依家踏出咗呢一步，佢哋選擇咗守住本土，選擇咗割捨外地。呢個決定咧係啱係錯，依家講仲太早，但起碼佢哋敢去做，起碼佢哋睇清咗自己嘅底牌。四房嗰邊亦都唔會坐以待曬，佢哋會用佢哋嘅方式去證明實體資產嘅價值。呢種雙龍出海嘅局面，其實對成個市場嚟講係一件好事。佢會令到大家都有危機感，令到大家都要進步。你就喺呢度慢慢睇住呢一次發生，唔好錯過任何一個細節，因為每個細節都可能隱藏住財富嘅密碼。成個港澳市場嘅未來就喺呢啲看似路碎嘅買賣同埋爭執入面，慢慢清晰起嚟。呢個世界永遠都係留俾識得睇勢、識執位嘅人。你如果能夠喺何超瓊嘅清倉動作入面，我要去睇出嗰種對本土市場嘅堅守同埋對未來博弈嘅準備，咁你就已經贏咗一半。呢場戲仲有排做，你同我一齊飲杯茶，慢慢睇落去。睇下呢個由我一手建立嘅商業帝國喺呢班後輩手入面會點樣演變成一個新嘅傳奇。記住喺呢個名利場入面，最重要嘅最唔係你贏咗幾多，而係你最後仲唔仲喺張台度。只要你仲喺度，你就永遠都有機會。呢個先至係我最想教你哋嘅嘢。